开门！驾！撤！皇上有旨，命我为军师，随将军出征。本将军不需要军师，不论将军是否需要协助，但皇命不可违。卓某誓死相随。将军，这是皇命，不得不从啊。王部将，日后军师归你管，他有什么事情由你转告。驾！是。撤！禀陛下，平乱军已在京郊10里处扎营，交代之事也已办妥。是吗？朕倒是要看看他二人有何通天的本领，能逃过这一劫。王部将，将军，出去。卓某有要事禀报。在这后面说，不许越过半寸。此次出征，降罗就没想让将军回去。什么意思？先帝辞世前，早就预感蒋罗定有动作，除了遗诏之外，还给了我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。虎符。先帝提醒我，若是朝中有变，必先护住众人性命，才有可能让大业回归正统。蒋洛本就想找班家杀鸡儆猴，石相也想借机拿到虎符，所以蒋罗派给我这些士兵，并非真心要我杀敌，而是要为难我。这也是我不得不跟随你的原因。不好了！朝廷就是要咱们去送死，这粮草根本不够吃3天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看看！岂有此理！将军，我看应该是典发官的疏忽，我这就派人快马回京，请皇上补送粮草和兵器。王部将在，立刻清点所有兵器与粮草，伙房正常开火，绝不能让一个人挨饿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